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有媒体压出航空飞弹指挥部检修的时阵，发现重要设备是中国做的。中科院表示是厂商票头打唔对，是台湾制做的。高雄的国家体育场进前天会召国内外艺人办演唱会，证实传出设备损害情形，机关也发落讲维修费用会愈来愈多。以下求证放出真迹，有3名以色列和法国国籍的囡仔表示，哈马斯会变看战争的画面，情绪受到影响。国防部委托中科院办理智慧警感系统建制案，所有平面媒体收到资料，也讲进前空军的航空飞弹指挥部本部营区验收的时阵，发现正重要的设备组件是中国做的，判定这验收不合格，请中科院就要改正。那中科院是表示讲，确实有一部分主机帮打中国制造的票头，是这厂商打唔对，经过查核了后，确定是台湾生产的，也会追究这厂商的责任。防护营区的智慧型的这个警监系统解密金钥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中国飞天诚信制造的无线键盘，这个也是中国制的，接收器插在电脑上面。一年前，立委审查有算时表示，国防部委托中科院执行的中央航空营区智慧警监系统，内底有部分产品是中国制。国军讲，若是属实的太晏。就卫国防表示，相关系统送到空军的航空飞弹指挥部本部营区验收时，共发现有关键组件是中国制。平面媒体资料指出，香山营区的军方人员发现，系统内底影像整合伺服器的核心晶片是中国制。明显违反国防部采购案规定，空军也证实验收判定无合格，已经请中科院改正，并且希望复检时特别检查。因为中科院讲，智慧警监系统已经用云端伺服器及时掌控营区的点压机画面，掌控处理人员、车辆名单、重点的设施状况。这采购案总金额超过128亿，第陆海空甲后备这全国总共284个营区拢建制，预计2025年完成。本意是强化营区整体安全，不过其中若是有中国制品，恐惊有国安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会把这些关键的机敏资讯跟影像，透过网络，就是送往中国指定 IP 里面进出的重要军职，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国防资产。那如果他的身份还有进出的时间，之后还有人数都被掌握的话，自然会形成一个重大的漏洞。也那中科院回应澄清，这个案件是验收时发现部分的主机帮打着中国制标签，不过厂商表示是无小心打起去的。经过查核了后，确实是台湾厂商生产的。不过为着小心谨慎，已经要求工批处帮件来退回中验，并且追究厂商违约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干的查甫人，伊对暗网市场买到一套资料库，透过一名大学生伫网络顶头伫咧买，这一笔的购资会当卖500到1000块，犯案期间差不多是半年，所赚的乌心钱大概是5万块左右。专案会向违反购资法定罪嫌来解侦办。社群平台大大被告知，强调全台民众的资讯拢会当查到，名、电话、身份证，甚至工作场所地址全列伫标配。照需求的无同，也推出各种套餐，连即时电话也讲排着。清规事务，这位细长的查甫人目前也咧读台中某一间大学。警方调查，伊透过网络社群大宣传，每一笔购资花价500块起跳，短短5个月卖出约100笔，靠加密货币收款，不法获利换算约5万。个人资料库的一个来源还有他购买者的一个流向用处那我们初步清查，近100笔的个人资料已经卖出这个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个清查。这位查甫大学生购资安怎来？警方对顶头估抓到一名涉案的嫌犯，有妨害电脑使用前科，讲为暗网市场低码高度开6000多台票买到的资料库，都是俗称的小白机，过去也有帮助，靠这套系统非法开发。温和客户。通常你可能透过一些加密浏览器，或者是类似像 Tor 这种专门在使用暗网连接的这种浏览器来做一个连接，因为它的隐秘性的关系，所以其实暗网也被很多的这个犯罪分子来做使用。比如说上面有常看到像毒品交易、非法的洗钱。
治安专家表示，暗网稳定性悬，合法非法交易拢有，过去也捌出现为暗网被雇主。一位圣地工程师讲是为着好耍，倒伫类似论坛开大约15万的代票，买超过2300万笔咱国民众的户籍资料，最后是原起诉处分。即摆涉案2个人偷雇主做无本的生意，警方毋但要查雇主流向，也要厘清敢是有人变做逃避雇主之下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高雄的国家体育场，最近有5月天，还有外国团体 BLACKPINK， 还有 Coldplay 来这办演唱会，吸引上万的歌迷来到高雄。不过，就机关发现讲，这市政府毋但无甲因收租金，连门票也拢无抽，甚至这造成这跑道一寡设施拢歹去情形。机关也伫咧烦恼讲，这维修的费用会愈开愈济。跑道比起一寡设施拢生鲜，看起来歹。这状况拢出现伫高雄体育场，做一个通过国际道场斗赛总会以及认证的运动场，当年固定维护经费3000多万，民代烦恼安尼无够。东西一定会越修越多嘛，所以你不要说一盖3000讲到底10单嘛安尼20单嘛安尼，我相信这个费用绝对是不够。演唱会场外歌迷是有够多，国家体育场最近几档是真侪国内外有名的艺人团体拢来遮开演唱会，但民代发现市府无收租金，门票嘛无抽成，这个无法源依据。我们对于这些天团通通都是免场租，也对于门票免抽成。所以呢，比如说 Coldplay 来到高雄开场，一口气就让高雄的世运主场馆少了1500万元的收入。面对这个文化局回应讲，跑道第2015年的时阵，要因应全运会全面去换过，大概6000万，后边是改当年局部去补。之后也会针对这个机电那一些这个灯光照明以及包含我们这个跑道的部分，我们都会全体的来做一个检修，然后视经费的状况，以这个短中长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改善。市府讲已经在做全面的盘点，准备要检修。场馆免租金是考虑到活动的公益性还是效益？亲像 Coldplay 创作5亿外的观光财，已经比相关的收费加足多，用免收租金请因来，嘛是行政裁量权，整体效应比租金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大批流动资金的影响，加上股汇市冲悬，台北股市今仔盘中虽然冲破新悬，收盘敢若起29点，收伫咧17370点。不过同时间，抑佫伫咧交易的港股恒生指数却是落到10000以下，落尾落360点，收伫咧16993点，这代表台股进入到新的局面咯。二八台股甲港股盘中黄金交叉，头一摆超越港股指数，二九台股延续的起势，盘中上悬一度收到17441点，创下8个以来的新高纪录。虽然尾盘起好小可收敛，敢若起29点，收伫17370点，不过港股继续落，恒生指数中场大落360点，收伫16993点，选过台股进入新的局面。根据香港交易所的资料，恒生指数成分股分别是有工商、金融、第三家公用事业4个分类。到昨个礼拜，上市公司有2275间，总持单大约是125条代票。也那台北股市的上市类股有42类，总持单是54条8000亿。中国的这个解封之后呢，经济也没有好转，甚至房地产是呈现崩盘的一个情形。房地产的个股占恒生指数比重其实蛮高的，恒指呢这个指数是不断的在往下，但反观台股呢，今年又迎来了 AI 的一个商机，所以一来一回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这个台股指数的部分是超越了香港恒生指数。随上这历史性一刻，一旦就是31年，回顾港股甲台股表现。1992年，港股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指数是大幅飙升。2018年一度起到33484点，不过当时台股大约只有11000点左右。不过随后因为有美中贸易战，也搁有2019年的反送中示威影响经济。2020年的新冠疫情，2021年港股对3万点开始一直落，反观台股伫2022年出现新高点，来到18689点。所以2023年的昨个礼拜，台股收盘是17341点，出现黄金交叉，台股也正式超过港股。而且也体现出台湾经济成长趋势。
台湾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近3年来的 GDP 的总值呢都超过20兆以上。2018年一直到目前港股大概是以空头居多。那反而在这段期间因为对台湾的转单效应发酵，然后又包括这个疫情期间对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品的一个需求等等，那这段期间就台股是走一个多头走势。学者认为，香港股市是中国经济毒汤，进中国内部房地产也被起火一堆，地方这些问题是慢慢显现，而且通货紧缩问题也未完全去除，加上国际各主要央行货币紧缩会慢慢过一段路，拢互投资界继续看好大股的基本面，对港股是保持信心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提供给观众朋友一个上最新的消息，就是伫咧台南的山上区，最近定定半暝拢会传出爆炸的声音。警方也怀疑讲有人伫咧制造这火药炸药，对查了后抓到一个34岁姓吴的查甫人，专案依照枪炮管制条例甲公共危险罪来改上班。警方表示讲，昨早起探这嫌犯伫咧做炸药时阵入去因兜甲敲，当场就查扣到这火药粉、烟火等原料甲制作工具。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平常时也是在做田，互警方抓到了后，伊煞辩解讲，是因为好耍才会做这火炮炸药，专案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协助。伫咧新北市邦桥，今年7月有工人伫咧装冷气时阵，说是规个冷气落落来，淹死伫咧楼骹的一个查某大学生。有一寡社区的管委会就要求讲，这住户若准备安冷气，就要签切结书。伫新北市也有相关的作业指引。内政部表示讲，目前法规拢有限制，施工的范围内拢爱设置防火设备，遵守职安的规范。虽然成本高一点，可是人命关天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值得的。考虑师傅保养冷气机的安全，也免去无必要麻烦。黄先生开一笔钱伫冷气机外口，家己加装白铁的护栏，防护这安全。因为新北市邦桥7月发生工人伫咧装冷气机的时阵施工不当，公司女大学生的事件。沙丁堡这个社区管委会隔工就公告，要求住户安装冷气，爱向管委会报备签切结书。用心是为了保护我们全体住户，屋主自身也有安全，还有住户的安全，还有一个所谓的要负的刑事责任，所以多花一点钱也是值得的。就变成他们更换那个锈蚀的冷气架的案件变多了。社区自律管理也请住户主动检查冷气机的一个机啊是毋是有松动。也若新北市政府也修订装修的作业指引，也纳入地面的安全防护作业的规范，保障施工者下面行的人安全。有业者伫热天装冷气的大架订立种种办法来做防护。上面安全，我下面就要有人做一个交通指挥的事情。就维护不确实的话，我们当然是，我们有人跟我们讲，我们当然是严厉的惩处。有些人可能会分心接手机啊，干嘛的，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建议就是说，在跟这个大楼管委会的这一部分，是不是也同意说，在一个真的无法维修的当中，是可以准予是做那个拦价，不算违建。业者认为，虽然这指引会使互业者有所遵从，但阁无强制性甲罚则，希望中央对着建筑物、附挂物的规范订立新法，若是发生意外，对着分清这责任有帮助，呼吁中央赶紧来立法。但阁内政部讲，只有有法令甲作业规范，施工时应该设置防止物件落落来设备，遵守职安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潮州车头，昨早起副站长伫咧月台巡逻时阵，看到一台吊车歪向月台方向。迄个时阵有车要入站，加在是无发生事故。代替落尾发现讲，这台吊车是车头隔壁人家厝伫咧施工，不过吊车煞停伫咧代替的用地，已经违法咯。会含警方做伙来调查，看要安怎处罚。副站长伫月台顶悬巡逻，煞发现头前一支高空吊钩向月台起过来，赶紧通报。高空作业在我们的1月台的南端哦，请他们派人去外面看一下。事发伫台铁屏东潮州站2月透早大约10点半，附近工地高空吊钩向铁基路甲月台起过来，当下拄好有列车要进站，若吊车倒去，还是吊钩卡到铁基路顶悬的高压电线，恐惊会像中捷事故同款出代志。爱安全措施啦。吊钩伫遐，人火车过嘛惊。当
来到现场，迄天吊车停伫车站边仔的台铁用地，离车站大约5公尺，要帮边仔徛个工地吊铁材。但即个用地若想要入去施工，爱先甲台铁申请。施工单位无申请已经违法，就算毋是台铁的用地，嘛受铁路两边建限建办法规范，毋是想要起就起。铁道设施的话，有一个所谓禁建限建办法，就是在铁道外围，铁道土地外面第一层就是禁止他们建设。那在过去是限制他们建设，可能要都是一些照法规。这次的事情是他已经在我们的铁道用地来做施工了，那已经是很明确的是违法的行为。因为这种我嘛唔捌啦，不过我是讲人招无尽量闪较过来安尼尔。针对徛个违法施工，警方接到通报了后，29透早到现场搜证，台铁会甲警方共同厘清施工单位是安怎走入来台铁用地，甲相关的违规事项做后续的开发。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最近伫桃园有民众因为等本所车等一个伤过久，或者是慢一脚步，就对这清洁队员大细声，也有人甲这本所黑白拼。清洁大队是强调着要尊重清洁队员，若种有侮辱队员甲妨害公务的行为，现场拢会收集证据报警察处理。换本数等本数车进前路地发生民众不满本数车太车5点将本数拼就驾驶座，去讲究执勤当中的驾驶，清洁队员未堪受伤，2摆早车辆影像记录到派出所报案，所拢无成功。派出所就回应是误会，目前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可能有妨害公务法。民众等了车太久，或者错过了车，就会把情绪发泄在清洁队员身上。彻底检讨迎接收予的政策，不要让基层清洁队员承担这些风险。如果再有发生这样的一个谩骂、挑衅、伤害的动作，我们去依法追究到底。桃园最近清洁队员执勤过程中，互人拍、互人骂事件真多。星期8月发生民众不满清洁队员无到拼本数，卖垃圾灰。另外，敢若是11月就发生4件清洁队员执勤当中受伤的事件。清洁队员团结促进会呼吁检讨清文政策，不过民众对严格甲定点收本数反应无同。定点收垃圾的诉求是非常好的。我们回家的时候，只要遇到收垃圾的情况下，我明明住在巷子中间，我要在那边等10来分钟。年轻人定点那是很好啊，对，老人家没办法，有的像我妈妈100岁，她在家，她在门口出来，她就要丢啊。环保局环境清洁大队表示，民众牵涉侮辱队员甲妨害公务，事发现场拢有收证据报案，也表示清洁队员尊严爱受尊重，依法捍卫公权力，绝不允准队员受到任何的侮辱或者是动脚动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最近有民众食刺龟中毒，造成1个人死亡，8个人送病院。食药署表示讲，已经摕到刺龟的检体，会进行化验，后礼拜1会有结果。食药署也强调，这刺龟的毒素呢是氰化物的1000倍以上，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黑白食。南投仁爱乡一间小吃店进前发生民众食刺龟中毒案件，造成1人死亡，8人送医救治，是这几年来上严重的刺龟集体中毒的事件。食药署伫早起证实已经收到相关的检体，会进一步分析刺龟品种、甲伊毒性，内部清楚案情。已经着手进行检验，那顺利的话，预期应该在下礼拜1会有检验结果的出炉，没有煮过的生鱼片，我们就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根据检调甲卫生单位调查，这案件的刺龟是家人一个钓友嫁予姓洪的头家，头家煮汤甲做沙西米，甲朋友斗阵食，是毋到8人出现骹手麻痹、头壳晕这症状，头家是死亡。医师表示，民众若食刺龟了后，10到45分钟之内就会出现喙唇、喙内底、骹手麻、四肢无力这的症状，而且神经毒素也影响喘气的经脉，进一步致使呼吸衰竭或者是死亡。目前临床上无特别的解毒剂，可能用支持性的疗法。那在台湾至少就有30余种这样子，但是这个没有毒的河豚非常少，这个外观来辨识其实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河豚的这个当中内脏很强烈的神经性的毒素，它毒性氰化钠这种剧毒相比毒性甚至达到它的1000倍以上。透过加热
烹调，也没有办法把毒素破坏。小苏表示，国内食安法第15条有规定，食品或者是食品添加物、有毒或者是含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是异物，并制作加工调配或者是作为正品才规定。外界关心是不是有规划照日本处理试规用证照制度？目前食安法并无授权针对特定产品爱有证照才用处理，而且牵涉修法爱个收集意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的牛奶在2025年会当免扣关税卖到台湾，将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牛奶。在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查农业部的预算，立委认为外国进口的牛奶，这保存期限比国内牛奶更较长。农业部和卫福部应该爱明确定义生牛奶的期限，才会当区分这进口或者是台湾的，甲市场加开，保护国内产业。真侪人认为，只要放伫冷藏库卖的牛奶都是新鲜牛奶，也毋过大卖伫冷藏库的美国产牛奶，保存期限85天，纽西兰的会当保存90天。反过来看台湾的新鲜牛奶就有13天，共款叫做新鲜的牛奶。路人讲台湾的较低，因为消毒时间无遐尔长，温度也无遐尔悬，所以营养成分较完整。国产鲜奶大概就是12天到14天。因为这个时效不一样啊，让消费者肠胃混淆，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跟国产的部分要做区隔。目前国内对新鲜牛奶的定义是以车冷为原料，经过加热杀菌包装了后冷藏的年节，对于保存日期无伤济注重。再去经济委员会审查农业部预算，立委希望应用2025年纽西兰液态冷免关税输入台湾，农业部甲卫福部会当明确定义新鲜牛奶的期限，保护本土农农。因这从国外进口顶多是保酒乳吧？你怎么会叫做鲜乳呢？所谓的鲜乳的定义要清楚。农业部表示会甲卫福部讨论。未来我们台湾鲜乳就会很明确的规定，只有用国产的那个生乳去制成的这些鲜乳才能够标台湾鲜乳。我们现在也有技术去区分国产的、国内的乳牛所生产的牛奶，鲜乳跟国外的鲜乳的差异性。市面卖的国产新鲜牛奶会搭上轻松期零牛的新鲜标章，顶面显示年品的出产季节、用量等资讯。农业部表示，目前伫咧甲乐农年品厂讨论中，希望推出予消费者清楚辨识台湾新鲜牛奶的新标章。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休战，目前继续把人质放出来，其中273名有以色列和法国国籍的查甫囡仔，被放出来了后，因说讲关在内面，哈马斯会逼因看战争的过程，致使因情绪不稳定。另外一方面，也有放出来巴勒斯坦14岁少年囡仔，也讲因伫咧巴勒斯坦的。因伫咧以色列的家内面，有听到巴勒斯坦的妇女互人拍的声音。轰炸52天了后，3位有法国甲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囡仔总算放放回来。家属表示，囡仔除了营养不良，身体也袂歹，也无表示因伫这段期间，互哈马斯强迫看。攻击以色列画面过程中，一旦有囡仔咧哭，就会放用武器威胁爱因安静。即马情绪也无啥稳定，家属讲囡仔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息。目前当地以色列病院接受检查。3个囡仔的父亲也同时轰抓，目前也未放释放。几名较早放放回来人质也透过第三人转述，表示放关押卫生条件真歹，会当食的物件无济，也无洗身躯，一直到被放放回来的前一天才换新衫。I have 2 children, Gali and Leo. Leo is dead. We didn't make funeral yet. We couldn't grieve on him because we have Gali in the Hamas hands, and I don't want to lose another child. I have only Gali, and I want her back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天过5天以来，哈马斯分配释放81名人质，以色列是释放180名的犯人。أول يوم كان في النسوان قاعدين سمعنا صوت النسوان قاعدين بنضربوا صار في عندنا قمعة وتخبيط وكان بده يفوت علينا وحدة القمع بس التنظيم منعهم ضلينا من 7 أكتوبر ل8 لليوم
第28，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违反暂时停火协议。伫停战期间，有巴勒斯坦人想要登去家园，索获以色列的军方炮击。以色列军方表示是经过先射击，因为有可疑的武装分子挖进战车才开火。以色列军方强调，这段期间也是会加强备战。不过联合国讲，目前加沙已经有170万人有路无厝。以色列面临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停火协议延长之外，也要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讲，为顶礼拜5以来，已经运送物资予加沙超过12万人，不过饥荒风险犹原真悬。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乌克兰的情报局长布达诺夫伊的牵手自备互人下毒，已经住院1礼拜了。目前所知影伊是重金属中毒，也伫咧怀疑讲这下手的人就是罗西亚，但是官方也未对外发表声明。外国媒体也伫咧讲，若阵真正是互罗西亚偷的，这就是战争爆发以来对乌克兰政府高层的家庭上严重的攻击事件。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局长布达诺夫因某30岁的玛丽安娜28竟然传出伊疑似互人持毒，已经住院1礼拜。乌克兰真侪间媒体报道，玛丽安娜进前身体无爽快，送病院了后是验出真罕咧看的重金属。玛丽安娜是基辅市长的顾问，嘛捌选过市议员。伫战争爆发了后，伊含因翁布达诺夫是一直住伫办公室，确保安全，但是也是袂互动。乌克兰媒体是因无啥名的官员的讲法，讲玛丽安娜伊的食物有可能含掺重金属。情报局嘛有一个员工出现小可中毒的镜头，不过经过治疗病况已经改善。那玛丽安娜真正是互持毒，应该和因翁37岁布达诺夫有关系。伫战争爆发了后，布达诺夫是真侪摆伫反击俄军的秘密行动内面发挥关键作用。І що я б хотів би підкреслити, важливо, і це різниця, яка відрізняє нас від росіян. Жодна цивільна людина так і не постраждала, що б вони там не казали. 布达诺夫的声势是一直撑起来，但嘛因为安尼，俄军看伊是真刺激。伊发言人讲，过去一段时间，俄国的敌务针对布达诺夫的暗杀攻击有10几摆这么多，其中一摆的汽车爆炸，予伊受重伤。针对玛丽安娜中毒，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拜二讲，怀疑罗西亚是幕后的黑手，但嘛是要等专家判定了后，才会公布官方的结论。但对这个事件，克林姆林宫目前暂时是无回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要接任肖比琴的主比大赛人选已经出来了。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蔡总统已经正式任命自后面兼主比利时大赛吴大雷担任台湾主比国的大赛。那伊本地职位呢是由外交部政务处长李顺去接。发言人表示，讲吴大雷的资历丰富而且完整，捌做过外交部常务处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长，捌派驻这巴拉圭、瑞士、日内瓦、萨尔瓦多加美国纽约。蔡总统希望借重伊下区域的丰富外交经验，协助推动台美关系，继续台美之间重要的合作事项。讲到即届的总统大选呢，即马候选人也甲这个焦点放伫咧劳动议题。民进党的赖清德提出要打造尊严劳动优先职场，也画出只要政府伫咧劳保就袂倒。好，尤其是搁再强调当选了后，任内会甲基本工资调到3.3万。那郭文德是表示，欠工和薪水加无应该做伙发生，是因为学生学的社会无合用，就爱对这个教育来改变。5大工会联合办劳动政见发表会，那600个总统参选人拢有来发表相关政见，但是3个人共场无共款。民进党的赖清德先来提出要打造尊严劳动友善工课场，强化劳动权益保障，嘛要继续提升薪水的水准和劳动条件，建构安全的退休生活。讲政府伫的劳保都袂倒。我职能会持续挹注公务预算，让劳保基金可以存续以外政府会负最后的责任呢。换句话说，只要政府在，劳保基金就不会倒。针对年金改革的议题，赖清德强调讲，对的代志都要有道德勇气去进行，无选举考虑会和社会做讨论来达成共识。还有议事中心讲，当选了后，任内基本工资会一步一步调悬到3.3万，嘛讲劳保年金改革爱开国事会议讨论。也不要造成世代大家有一个
冲突性。所以在这当中，为什么要把国是会要召开，取得社会共识？企业上我们如何用来挺我们的员工的加薪的方式，来照顾他们更多，这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每年1000亿的拨补，这还是要拨了，因为不然你这个这样亏损下去也不是办法。那如果有超增的税金，也优先拨进去了，但是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那至于说解决，采用开放态度，你知道，就到时候大家来开会看怎么解决嘛。针对各大加薪和欠工的问题，郭文铁认为讲，理论上欠工和加薪无应该做伙存在，原因就是教出来的学生无符合社会的需要，是教育出问题。大学应该关的爱关，技职学校应该开的爱开，嘛重新推广从世代计划来改善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F5战机捍卫台海领空47年啊，特别退役，目前改度战备任务。空军伫咧台东志航基地展示教练机换装的成果，而且由这永鹰古教机 F5战机进行操演。永鹰古教机对明年开始要代替 F5战机，台湾飞行馆的培训要分做3阶段2种战机。祝贺台海47年 F5战机升空，演绎声音真大聲，這是予台東鄉親安心的聲音。5架 F5戰機從中解散，展現團隊合作。空軍離島在台東志航基地展現教練機換訓成果。F5戰機加永鷹國教機帶來編隊從中表演，代表新會商團。F5戰機是台美軍事合作的先例。民國63年頭一隻出廠，總共生產308隻。民國60年到80年代，佇台海前線擔起捍衛空防的任務。了後，退居第2線專任部分機，是培養優秀飛官的主要戰機。準備退役，就已經解除戰備任務，佇完成最後一體換訓任務就來退役。擔任 F5戰機最年的高官，講到國軍現有主力戰機要真多是 F5戰機。我們空軍的所有戰術幾乎都是從本型機研發出去的，然後追隨的也都是美制以及我們自製的 IDF 型機。永鷹國教機連續教機模擬正式執行 F5戰機的換訓任務，台灣飛官培訓的行向3階段2機種，也經由模擬機來提升訓練的成效。永鷹模擬機唔使演練起路，也是練習炸射，因過永鷹這陣無武器掛架，對此空軍講，漢翔大型已經有改造，和永鷹具備兵艦轉換能力。數位平板，那以及它的空電的運用，在學員部分的話，它在初期它就可以接受這些知識以及熟悉這些的運用。相信他在之後換裝的部分的話，他可以更快去適應。那尤其是 IDF 型機，它幾乎可以說是就是無痛換裝。記者綜合報道。對烏克蘭來的查甫人華列里進前帶寶囝駛一隻動力航船小關號，經過台灣海峽的時陣發生故障，趕緊停佇咧台中的5車漁港。海巡署、台中市政府和移民署攏協助因3人摕到停留許可，因也表示感謝，希望趕緊修理好勢，繼續因的旅程。馬來西亞籍航船小關號停靠佇台中5車港，41歲烏克蘭籍查甫人華列里，駛船帶家後囝兒遊歷亞洲各國登陸經過台灣海峽的時，疑似因為方向裝置故障，緊急申請進港檢修。I don't know now. It's what it's make only situation about now. It's step by step. First, safety for my family and safety for my boat, and after. Think about for everything about for what is make next step. 華列里是電子工程師，5年前開始家己駛船旅遊，後來發生俄烏戰爭，回國接家後囝兒同行，捌去過也門、馬來西亞等國。船頂有3台自輪車，空閒時會當4月騎車觀光。等於因為韓國出發有定前往菲律賓，因為特別因為後生身體無爽快，捌底站停留嘅人港，離離因為船隻故障停靠5車漁港。台中市海華資源漁業發展所給因7天的停留期限。原本申請的期限是到今天截止，可是目前為止，它的那個船的維修還沒有好哈，所以說我們會再繼續讓它在這個我們無錫漁港裡面來進行整修完畢了以後，等到船隻全部修好了以後再出海。
因为期限届满，专家还未维修完，移民署协助离岛派员协助申办临时入境停留许可，会当互这家伙合法停留1个月。国境事务大队强调，这是外籍人士的旅游行程，并不是庇护案件。本属国境事务大队依规定给予核发临时入国停留许可。目前3人行动自由，国境事务大队主动给予关怀及探视。该3人系旅游行程，目的地为菲律宾，非属庇护案件。我咧讲，一家伙停靠伫台湾期间，你时啊将花买物件，暗时就困伫船顶，感谢台湾相关单位协助，希望会当赶紧修复船只，继续航行。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咧明年元旦就要公司化咯，不过这头一批聘请入来员工，若无公务人员的资格，而且薪水上低，只有3万起跳。台铁企业工会也讲，这薪水伤过低不合理，可能招无优秀的人才。台铁局也表示，讲目前薪水的部分是也未定案。台铁局会伫明年元旦过了后转型公司化，也有计招募头一批无公务员资格的从业人员。也毋过最近从业人员提具草案期间，上计升级的基本薪水28,210块，加上职务薪，上计月领30530块，对比明年调升4%了的台铁公务员，月级上计有31000，等于是公司化了后薪水也较低。互台铁企业工会反映，薪资结构无合理，烦恼招袂到优秀人才。台铁现职的员工的薪资待遇已经是交通部辖下薪资最低的。招进来的从业人员，我们当然会期待说，如果今天要让广大的劳动力进来这个台铁的话，势必要拿出更高的待遇。有这种技术层次的这个员工的话，其实3.5万到4万以上这样一个底薪集聚的话，其实是比较合理。对比当时铁路业的高铁，行政人员有33000多起薪，台铁有有一段差距。台铁企业工会表示，台铁相关人员专业底限悬，那对求降低人事成本、提升确保服务品质会继续协商。那台铁挂牌了后，会面临大约1300名员工离退调，加上申请转调甲原本编制欠2700多人，欠订率本来就袂细。那从业人员招募部分更较有温忧。本薪，另外是这个相关的。包括加给或是奖金的部分，我想这可以一并来讨论哈。我想那个杜局长他们如果提出个方案，我想我这边会来看一下，然后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我同意再做一调整。王国在大营会阁甲台铁讨论，那台铁回应从业人员的薪水还未定案，也会阁建议安怎增加招聘员工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研究生协会最近公布2022年台大研究生收入支出和劳动调查的报告。那靠学校的收入，25%的硕士生一个月平均是赚6800块，那16%的博士生呢，平均赚11800块左右。那准以算点钟来看，等于1点钟差不多是83块尔。准备课程内容也该作业，台大研究生协会会长黄正贤这项年伫社会所担任2门课的教学助理，也是一个研究案的研究助理。伫学校内底兼任3份工作，均1个月只有25000。像我这样子，普遍要打2份、3份工作是一个常态。研究生们需要养活自己，我可能要付房租，我要付生活费，就会需要像这样子去花费心力兼职多份工作。台大教务处统一教学助理每个月薪水硕士7500，博士1万。黄正贤讲，社会所比较办理，收支是勉强来拍平。不过，若是薪水来源是学务处的研究生奖励金，一定分配到各系所家己来决定，所以出现同款的工作无同薪水的状况，而且理工系所情况是更加无理想。基本上听到的情况，一份 TA 基本都是硕班可能最低是6000块，然后其实还蛮少，超过8000块的。台大研究生协会根据去年4月所做台大研究生收支甲劳动调查报告，指出2成5硕士生赚的无够通用，校内工作每个月平均收入6856块；总共1成6的博士生赚的无够通用，校内工作收入每个月平均11875块。那以工时来算，时薪分别是83块甲159块，拢比调查当时劳基法规定的168块薪水较低。台大以文理回应，若学生感觉付出的心力甲薪水是无符合，应该向系所来反映，共同来讨论协商。在呼吁上，也会觉得校方应该进一步去努力去解决所谓这种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也会认为学校应该甲各会所、教学所里的薪水调升加教务处同款，而且应该建立定期加物价水平、劳动市场联动的薪水调升机制。国家工会呼吁教育部甲各科会应该要求检验助理进用的工资标准应该爱提升，至少卖比公共教育调薪幅度较少，才法度互因更加专心学业，贡献学术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这南科台南园区带动附近发展，人变多，车也变甲真歹停。新乐湖定位区呢，有甲这车路就算是画红线，民众也是照停不误。连庙埕本地是有少人停，却因为大家拢占的无要走，落尾庙也无要对外开放啊。交通局表示讲，已经正在规划，按说会再增加400个停车位。车路两边汽车停甲窄，停车要小小心，就无多。今仔因为南科台南园区发展，除了有袂少工课机会，大楼嘛一直起，带动周边的商机。不过在地民众反映，新市区、新河、中卫区道路车位根本无够，就算目前有2座停车场，不过嘛是枪在停满，地处定出现交通乱象。几啊10档啊，便来遮看到哦，大家真正停车啦，做无方便，啊那好有够复杂的啊问题，事实都真正是安尼问题啦。尤其外来租厝的，啊咱新河的人口呢是已经8000人，未来呢3档，应该有3个大楼咧去建设啦所以我较困扰就是咱路边停车的问题。经过了解，新市实际有入户口的数量并无增加。新市区公所指出，国计有1万多人，拢是外来人口，造成者愈来愈少停车。在地这间庙宇原本庙埕是开放式的，方便性众好停车。不过所有人一停就2-3天，规个顶掉咧。到尾庙方决议无爱对外开放，交通局回应会先针对车辆违规做管制，会加设400个停车格。即摆挑倒摆来换车走，原在拢有这个现象，好多人来坑入庙埕。秘书讲造成真的信徒反映讲。无迄个空间，做不方便。道路宽度许可的部分，我们会来规划一些停车格。那相对路边，如果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用地我们会来评估来增设停车的一个路外停车场的空间交通局讲，未来个参地方做会严极讨论，因考虑未来会豆豆引入相关的收费管理，和整个停车资源有效分配。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台东湿地公园真侪民众爱去行踏，不过民众反映讲，后个月接着要办灯会啊，这公园内面的草啊也拢冷起，连望有森林大平台茶也拢破去啊。地方向市政府反映真侪摆，不过拢无消无息。高雄红山台东南仔地公园有一个出名的梦柳森林，风景真水。不过乌中央围伫墙仔边仔茶道平台咕咕拗拗，连边仔草仔拢冷起，有民众看袂落，搁会摕水桶压水。只讲表示明明有湿压水湿边，不过根本就无咧用。草啊，这是咱政府前进前整理到即摆已经8档啊，这设施。做真久啊，上少拢5档以上啊，拢无用啊。台东南仔地公园有9公顷遮尔大，后个月嘛是头摆要举办灯会，民众真烦恼，环境无好好整理，到时阵安全会出问题。卡遮远啊！你若假无踅路啊还是人个踩电动的无踅动啊变过啦，变过动啊，卡就蹬起来啊。另外部分裸露处也会进行草皮补植。另有关外右森林木平台。因为该处环境潮湿，木平台较容易腐烂损坏，也会办理拆除该一草皮。公园处表示，因为现在是冬天，草爱长黄，会派人定期压水，草地嘛会保种。另外，乌中央茶头平台因为较湿湿，未来拆除改种草啊，来恢复公园景观。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因过这新竹北、东西两边长期以来地方发展差真多，特别是湾海迄边呢是较严重。这几年经过辅导成立休闲农业区，透过规划含整合在地的休闲观光资源，也让更较侪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服务。手提希望整理家己辛苦培育的渔民啊，已经回来故乡服务我8档的单眼亭，过去在外口吃过真侪款头路，后来经过思考。决心回来创业，打拼家己的事业。开机动车卖厝，电子公司的业务啊，做生意场了后失败啊，感觉做袂落去啊，我嘛是回来啊。回来
这个市遐其实自我细汉就才开始一直咧摸，所以这是我上熟的所在。另外一位是才拄转来4个月老先生，因为过去读册时就是读水产相关科系，所以会当转来故乡做养殖业，对伊来讲是上好的选择。刚好这边离我家也是算近，然后这边养殖有一定的规模大小，对，然后就选择过来，因为我大学也是读水产养殖系。占地480公顷的休闲园区，其中饲乌鱼、虾仔以及石斑的面积有60公顷。经过辅导，已经变成民众佚佗的好所在。目前嘛，当咧思考，安怎让更较多少年人愿意回来故乡做事。人愈来愈多，有一寡产业就是咱乌鱼子属于说有一个稍微要断层但是好佳在有一寡少年的肯回来接承传承下去。可以让我们更多的青农还有青年从事渔业的朋友不同的方式不管是未来我们的观光产业，或者是加工产业，亦或是行销品牌的产业，都非常需要透过青年来跟社会对话。在对业者讲，要安怎透过提供工作机会以及培养好的人才，是目前真重要的课题。希望未来会当透过青年回乡，和城乡发展出在地特色文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社会逐工伫咧改变，咱做人就爱食较老、学较老。来看嘉义东石，因的老人人口比例是24%，是嘉义县沿海上界老的乡镇。庄脚除了老大人，就是无人住的厝路。风土老人福利基金会嘉义服务处配合文化部私有老建筑的保存再生计划，要整修一间旧厝，替东石的时代打造一个生活化的学习空间。时代欢欢喜喜来办日出的活动。嘉义县东石港基社区29号启用一间新的照顾基地，内底会当种菜、饲鸡，阁有上课的所在。风土老人福利基金会讲，这是一个训练时代互相照顾甲陪伴的所在。咱的古调有一个特色，就是全龄，就是所有的社区里面的小朋友还是就是中高龄还是长辈还有甚至社区的青年都可以进来这会搞的人会当帮助这没搞的人互相帮助的状况底下，他们在生活上会过得就是更像交朋友的一个方式来过日子今晚做作了真好真水你要应用来这看看行行的无？会常常会来这间超过60年的旧厝，透过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补助将近80万，把原本趴荒的空间变作社区共生的基地。厝主讲，无人住的厝，活化互时代来使用。故乡的时代有所在通去，嘛会较愿意出门。真好因为最主要是老人要走出来你像我这么退休我嘛要走出来无走出来你。人一定老化足紧的。风土老人基金会嘉义服务处讲，经过年外的整修，这个所在未来会推上社区就是厝内的照顾共生概念。除了会申请长照据点，未来嘛会规划亲子少年人陪伴时代的导览旅行，互时代唔但有伴，嘛会当做回来经营社区。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食老的生活也会当对流行哦。专门服务老大人的风土基金会，伫台北、台中培训20个，平均只有67岁时代，讲少年族群当中上界流行的脱秀，互大家会当看到时代无共款的模样。有个小男孩说：“我长大要跟廖阿姨结婚。”我是经常被告白的。 69岁的廖秀菊伫台顶讲少年人事件的脱秀，伊伫学校讲故事28年，第一摆接触脱秀，感觉真有成就感。你每天要想、要写、要改，我这3个月我觉得烧脑但是收获很多。风土基金会的计划伫台北、台中培训20个平均67岁的时代，12月就要上台演出脱秀。基金会要互民众免费退票来看因表演。长辈有了新的目标或新的学习，事实上对于整个老后的生活，事实上是可以非常的精彩的。基金会表示，因发现现代长辈较愿意表现自我、展现想法。因过去带时代骑车环岛、讲棒球、参加电竞比赛，毋但互时代发展济
地可能也和少年辈对时代有全新的看法。跟这个年龄段的人相处，上舞台他需要有一些阶梯踩上来，在心情上。2007年的时候，我们要带长辈做不老骑士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危险，他真的可以环湾岛吗？可是事实上，用他可以的速度是做得到的。打棒球也是，电竞也是。爷奶万万岁，大力来做会。基金会讲，用适合时代的计划速度，时代也通参与各款活动。因讲，这个时代透过实际参与，发现家己做会到，就更加有信心，也通鼓励更加侪同年龄层的人突破家己的想象。记者讲，就随台北报道。台湾人、中国人、香港人拢真爱食鲍鱼。这南非的鲍鱼因为欠货、偷掠、走私的情形变甲真严重，地区这数量是减少真多，即摆已经是放列入去特别断种的名单来了。一个是个大个肥嫩，红叫做是海味的冠军的南非鲍鱼，是真侪人上爱食的。其中香港含中国是伊上大的消费市场。遠古以嚟傳落嚟嘅一個特別係皇帝御用嘅一個菜式啦。咁但係鮑魚咧就係象徵富貴啦、尊貴啦。為着這麼大的需求量會當滿足，南非鮑魚過去40年來一直被大量非法的烏白掠、偷掠，也成南非鮑魚是成長甲真慢，需要8到10年才會當成長完成，產量有限。1970年代，南非政府捌引進配額制度和刑法來確保野生鮑魚的數量穩定。到80年代尾是漸漸放量，犯罪集團是看準鮑魚的烏市經濟，大量走私非法偷掠，造成鮑魚的數量大減，甚至都要無啊。但連一般漁民嘛在偷掠。There's no other work in Houston, so what other option would I want to take? I would obviously, because it's an easy way in poaching. That's what I'm saying. It's all about putting bread on the table. 南非鮑魚合法會當掠配額，當年價是100棟，但是根據國際組織第2022年的報告，敢若香港當年進口南非鮑魚都有2000到3000棟，其中一寡方轉賣去中國、日本、台灣等等。這鮑魚是毋捌感受過海洋，也是大少，養殖場是透過選擇性的生態，調整鮑魚的生命周期，互因一個就會當變大。Our main aim is to get them bigger, faster. And to get the yield up or the taste and the color the client prefers. 野生鮑魚面對生存危機，催生養殖鮑魚的產業出來，但對保育團體建議甲養殖鮑魚野放，業者態度保留。I don't want to start a vicious circle. I put in, someone else takes out, and it all ends up with bad people. If government can come up with a plan so we can protect what we put back, we'll be in. 業者講，除了無確定甲養殖鮑魚野放對環境會有啥物影響，嘛希望政府伫防止偷掠有閣較濟作為，才袂惡性循環。公司新聞江文編譯。明仔載天氣是好也是歹，做回來看預報恁就知。吉蘭到新竹對19度到21度。苗栗到雲林對19度到27度，嘉義到屏東對20度到29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9度到27度，平湖金門馬祖對16度到25度。預估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暗時7點咱再相會。